睇住咯，今日咧想同大家推薦一件好好用嘅衫，特別是天凍嘅時候啊，搞衛生咧又保暖啦，又襟邋遢，着起身咧好舒服嘅。基本上咧，我哋屋企係人手一件嘅。天凍嘅時候搞衛生咧最頭赤啦，着得貴咧又驚整邋遢，着得唔夠咧又驚好凍嘅。特別是啊，我哋着嗰啲貴嘅羽絨啊，整邋遢咗咧，洗又唔係，唔洗又唔係，好肉赤嘅。咁你試下我呢件啦，防水、防塵、防油，好好用噶。你哋睇下，佢最出邊呢層咧係防水防油嘅面料，嗰啲菜湯啊、豉油滴落去咧，搵紙巾一抹就乾淨晒噶啦，完全都唔使洗噶，入邊仲加埋絨添，保暖得嚟咧一啲都唔會好論盡。天凍嘅時候咧，除咗外套啊着起佢一樣係暖粒粒嘅，而且咧佢仲帶埋帽嘅設計啊，煮餸嘅時候啊搞衛生咧又唔使整邋遢頭髮啦。嗱咁樣咧就乾淨利落晒啦。袖口咧仲要係收口嘅設計，可以將入邊啲冷衫啊、羽絨咧全部包住。洗碗嘅時候啊、洗菜搞衛生咧就唔使驚整邋遢嘅袖口啦。而且佢兩邊咧仲有兩個好大嘅袋嘅，放咩手機啊、鎖匙啊、工具、抹布咧全部都可以塞得落。咁佢下邊咧仲要係呢種開叉設計嘅，我哋彎腰啊踎低嘅時候咧，佢唔會左手左腳，唔會好勒嘅。因為個面料咧係呢種防風嘅設計啊，踩電動車啊接細路嘅時候咧，着件冷衫再套上去，成個版型咧好舒服嘅。而且佢有幾個顏色可以揀嘅，男士女士都可以着，尺碼從90斤着到220斤，一啲問題都冇。佢咁樣一件咧可以當3件用嘅，圍裙啦、袖套啦、防風褸，出門口買餸啊、接細路、洗碗洗菜，全部都可以用得着嘅。最緊要係而家買咧好抵買嘅，先30零蚊一件，一件都可以着好耐噶啦。中意嘅朋友仔咧，快啲買翻一件啊，又保暖又舒服。